对我们来头发作，孩子120拿自家送到医院里向来，现在住了医院里向的第3日天，营养餐吃得了我胃口也蛋脱。侬看看那个米呢，发作大个，黑人人个，算得嘞，只有海米没元素啊！侬晓得我现在最想吃的是啥么子？满额了一个安仔面，法式肉老村的鱼头泡个面，哈法式讲拨侬听，冯玉记个单温的处理好，想起来这烤起很毛毛多啊！要那个他笨的了，真家伙！哎呦，现在要饭冯玉记单温的，68块，哎呀，那是困也困不着着。30%个蛋肉，30%个五花肉，蓝麻鸡火腿汤，不晓得个白菜单子卤得出哈。哎哟，干困不着，哪背呢？哎哟，再不搞定！哎哟，三头啥也都上来着。哎哟，总算来这！冯玉记单温的，哎哟，晒是晒的嘞。蓝麻鸡火腿汤，1分高的1分厚，单温的，单子是单温的。哎哟，真的不进去的，为啥阿妹长在68块让你抽的？哎哟，还让拿沙的了讲，但这种地方不沙的也会得沙的。非讲68也行得起。阿爸，你眼睛闭上，你还动啥个眼睛啊？出自医院那还辣进口到工业家。小红书